用台语学汉字第21集。斗，将字斗声音斗，自阮离字也。斗，有别个读音吗？真正有呢，读倒。韵切音的韵秒后，台语常常有改做喔。即类的转韵，我号名做高嫂韵。高转韵做高，嫂转韵做嫂，就取用这两个熟悉字来号名。颠倒读颠倒，刀读刀，周到读周到。讲到底，斗只有可能读斗、倒这两音，就遮尔简单。到位就是读到位，就无到这个音啊。从某声学教育部，是毋是永远拢学袂晓？到位安尼写好无？无啦，开玩笑啦。即字到是结构，房屋的结构，文章的结构。若是写到加促字旁，行骹到，有通无？到位真正就是即字到。说文解字讲是牛也，拟仔讲是到，红牛见也。字册拟仔就是即种形式，看起来真简单，因为简单，所以真困难。过来，重点，到就是行离相拄也，即字我读拄。拍麻将，耍自摸，胡乐，到，写即字，即摆毋是开玩笑。到，讲文的解说，除了一般熟悉的结构，阁有成的意思。空虚字典的例句，成也，代志已经成啊，事已到矣。即字到，相通，三字拢会使到。台语文的传承有深无？有清楚无？教育部补助的专业教台语节目，拍一鸟，互人教，安尼写，着三字，一鸟人，这三字免人教，嘛无人会写毋对啊。咱安尼写，拍一鸟，互人教。即字到，车字旁，甲车有关系。什么车？日系、欧系，抑是美系呢？无啦，是马系。古早的车当然是马车。到原本读角，古角切。马车顶互人换，低叫士，苏东坡的士，悬的叫角。咱熟悉到这个音，其实和马车无关系，是校对的校的假借，所以写到位，带有比赛、比较的色彩吗？怪怪。马，台湾400年来出现过几只马，差不多只有伫歌戏当中才有出现过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口语上出现马的机会是毋是真少？即马、即刻上马，即款的用词有可能是台湾文化吗？我安尼讲，大家是毋是随了解？你看，咱甚至无讲马上，咱讲随，有无？木字边的了是目睭的明了，心字边的了是心的了解，是哩。汉字的用意就是遮尔有味啊。转来讲行离相拄，即字拄，价值值班就无拄的音啊。咱来看，碗箸的箸嘛有人读拄，所以值加上入声简化，读拄嘛算合理。来检查拄的意思，中文的正值好时机，台语就讲拄着好时机。搁看《三国演义》即句，正拄张良、张宝败走，曹操拿住，大杀一阵，正拄好。咱学着正拄好，真正安尼写。
真趣味就无可能写做成趣味，真趣味当然正义安尼写。看孔仓子即句，枉费圣人，虚造妄言，乃处年世，毋相拄合。佮看方队内经即句，寒湿教教，燥热烧林，烽火烧拄，吉有文乎？烧拄确实古册就安尼写。看汉书即句，拄汉初定，拄头仔汉朝初定，以明无禁，当孝惠皇帝。所以头拄仔拄着拄则嘛即字拄。拄着袂拄好，教育部写即字拄，咱来查字典，看即字是啥物意思。塔呀、枝呀，塔悬就是拄，往上支撑啦。即字嘛读土，韵切音虽然无即个音，但是你看，修剑土夷，土夷就是土下害啦。太平公记，以定土地，土一支拐仔啦。拄塔悬拄悬，阁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将房子呀。用尖的物件拄，就讲刺；用钝的物件刺，就讲拄。甲人的话拄转去，就讲吐槽。搁来讲一字教，教话安尼写吗？物件有分教报，言语如何分教报呢？教话安尼写，教卦，一韵的记录。中韵嘛讲赶走啊，卦入声字，若入声简化，就读做卦。翻翻话一直讲，就讲教话教卦。斗即字嘛读斗，战斗的意思。有别个音吗？无。有别个意思吗？无。搁讲一遍，完全无其他的音，无其他的意思。所以呢，斗来的众人绝对无可能安尼写。战斗的阵势吗？绝对无可能。斗阵来做国民法官，法院变成拉帮结派的地方吗？绝对毋是。阵讲韵的解说有众的意思，众人就是一阵人，斗来的众人就是斗阵。另外呢，中文的凑热闹，台语安怎讲？斗闹热，斗阵安尼写也可以。这集主要介绍的用字，斗来、到位，无共音、无共义，阁有两字拍麻将会使教的字。马上了解的随、聊这两字。幼咪咪的幼，相拄头拄仔的拄，真好真趣味的正，教话的教，人甲人做伙的斗阵。